Global Academy 由資深美容專家同埋美學作家黃潔蓮教授創立。黃教授致力以美容學結合營養學、心理學同科技，希望傳承專業技能，全面打造身心靈美學專才，提升學員專業性。Amylin Global Academy 榮獲國際美業家商會認證，成為職能認證中心，課程全面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9001國際品質管理標準。而家有請黃潔蓮教授分享教學理念同埋美業未來發展導向。大家好，我係 Amy， 我係黃潔蓮國際教育學院 Amylin Global Academy 嘅創辦人。我亦都係一位註冊護士、營養學家、自然療法醫生、商業管理心理學碩士同埋性格分析學嘅專家。講到而家嘅美容行業咧，真係一日千里，最大嘅變化咧就係 AI 同埋科技嘅大舉加入啦。而家用 AI 膚質嘅分析、基因嘅護理、機器嘅學習等等咧，精準度身訂做每一個人嘅護理方案，已經成為呢個新常態啦。但我堅持咧，美業嘅手藝啊、審美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同埋溝通咧，呢一啲嘅溫度同埋細緻咧，係 AI 絕對唔能夠取代到嘅。而家流行咗健康老化同埋慢老化嘅概念啦，即係唔係淨係靠外表嘅年輕，更重視呢個膚質啦、細胞啦、DNA 嘅健康啦，真正做到由內至外咁靚，仲要係配合飲食、睡眠、心理健康，有啲療程仲會加入啲 relax、芳香嘅療法，一齊去提升我哋嘅身心靈。我好高興今年咧，我出咗4本書啦。咁呢4本書咧，都係可以俾大眾咧了解到美容咧，除咗係日常嘅護理方法之外咧，更加可以好全面嘅，包括身心靈啊、營養方面啊，同埋心理健康方面嘅。第一本咧就係 Forever Beauty， 我要終身美麗啦。主要咧就係介紹健康嘅生活啦、美容嘅護理啦，同埋一啲生活嘅習慣，由日常嘅小事開始做起。第二本咧係 Beyond the Mirror， 鏡子之外，鼓勵你咧唔好淨係只係追求外表，亦都要欣賞、發掘自己內在嘅美，敢於做真正嘅自我。第三本咧就係 Who Are You Really， 主題亦都係拆解標籤，幫助大家去認識同埋接納真正嘅自己，最有力量嘅自己，去活出真正嘅自信。第四本就係 Ageless Health and Beauty，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結合咗醫學啦、營養啦、基因學啦、心理學啦同埋美學嘅科學，用理論實踐教大家由內至外去 reverse age， 從知識同方法兩方面咧去幫你升級。好多學生同我講，外表靚咧唔代表成世都 keep 到，關鍵咧就係美容唔係淨係外表嘅功夫，更加亦都需要學識管理壓力啦、調節呢個生活嘅習慣同飲食嘅習慣啦，保持自信，發現人生嘅目的。只要3方面都配合得好咧，內外都有真正長遠嘅靚。我哋學院主力推動 International Aesthetic Rejuvenate Specialist 逆齡美學專家 ISO 9001認證嘅國際課程，佢分4個級別嘅晉升，覆蓋基礎技能去到管理嘅創業，仲結合咗高科技嘅美容啦、心理營養同埋品牌策劃各種嘅專項。未來咧係會再新增健康美容療法、仿真半永久紋繡、國際髮型師精英嘅課程等等。我哋學院亦都強調跨界國際嘅交流同埋公益嘅推廣，務求令每一位同學都唔怕被 AI 市場淘汰，真正成為有溫度、有專業、有國際競爭力嘅新一代行業嘅領袖。由護士轉為呢個美容師，唔少人都會覺得我唔行傳統嘅路，但係我相信真正愛自己、勇敢追夢，唔需要被任何職業嘅標籤框住，只要有勇氣堅持自己所愛，每一步努力都值得被尊重，每個選擇都可以成就獨一無二嘅光彩。人生咧，唔好怕變化，只要努力不懈，唔好放棄，相信自己，我哋就會活得開心快樂，自然就可以發光發亮啦。